講緊點解中山嘅二手樓會比一手樓好嘅第三個優勢嚇，有冇記得文仔喺片頭嘅第一條片講到二手樓比一手樓好，總共有3點優勢，呢一點就第3點講緊區域嘅無可取代性。咁第3樣嘢就係咩呢？區域嘅局限性。打個比喻，我一定就係要買天逸 Coco City 嘅樓盤。咁大家都知道啦。天逸 Coco City 天逸國際廣場佢係冇住宅賣㗎啦，咁你冇新樓賣，咁點算啊？我又一定要咁嘅個地域性、配套性、便利性，咁冇新樓賣點算啊？係咪只能夠揀二手樓呢？嗱，而家領先我哋左前方咧就係中山日報社啊，咁左前方而家呢個位置咧紫馬廣場，右邊咧就盛景上風呢個寫字樓啊，喺中山冇一定勢力嘅大老細都未必買得起呢個位置啊！你睇下成個中山東區嘅金融中心全部盡收眼底，咩銀行、咩各種檸檬茶、咩飲茶，乜嘢都冇問題啊！咁咧就右邊少少咧就麥當勞啦，麥當勞入去咧就係盛景上風嘅永東巴士站啊，中山東區落腳點啊，咁左邊咧，而家左邊咧就係咩地方咧？就係紫馬嶺公園啊，咁而家一轉左就即係我哋到我哋呢個屋苑紫馬天富啊！港人置業喺中山，中山置業揾文仔啊！今日介紹呢個單位咧，就係中山公寓嘅天花板紫馬天富啊！嗱，先介紹下大概嘅地理位置先嚇。首先呢個位置後背低成 part 都係商超嚟嘅，一個大型商超叫做紫馬廣場。咁咧嗱，出到嚟呢一邊咧有知道長期會坐開巴士嘅都知道，其實出邊嗱你見到麥當勞嗰條巷仔入去。大概10米度，即係我哋呢邊直線距離大概都係50米不到，就係永東巴士站東區點嚇。咁呢個巴士站咧係有段時間喺度噶啦。咁呢邊咧成個片區咧就紫馬廣場啦。我可以用一句好簡單嘅説話去總結就係咩咧？如果中山呢度都唔旺嘅話，我覺得中山係冇地方旺噶啦。可以咁講，呢邊係中山嘅金融 CBD。你睇翻先，對面就係盛景上風。咁我哋而家企喺呢個位置就係紫馬廣場，正前方就係中山日報。咁呢邊屬於東區，東區係中山嘅主城區，一個行政片區嚟嘅。今日介紹呢個單位，除咗個地域嘅特殊性之外，無可取代。點解叫無可取代呢？因為周邊方圓3公里左右係冇新房賣嘅。咁今日呢個單位呢，中山公寓天花板，佢屬於商業性質。你有冇聽過喺呢個咁核心嘅地方會有100幾萬出頭嘅一個單位呢？係咪好想去睇睇先？嗱，我哋跟住鏡頭同大家一探究竟。我哋而家就喺小區嘅門口啦，先上到嚟呢，就係上一條樓梯級嘅，成個嘅設計呢都非常之細節嘅。你見到上邊全部都係羅漢松嚇，咁呢上到嚟之後呢，全部都用石面嘅一個材質嘅。咁個發展商叫迪興實業，就係我上一集講嘅德寶怡高嘅一個產品啦。睇佢成個園林綠化景係幾好嘅。至於一樣嘢係咩呢？佢唔會喺小區起好大嘅一個園林喺度嘅原因嚇，因為前邊就係紫馬嶺公園嚇。喺中山嚟講，哪怕成個廣東省喺城區講緊喺城區最大嘅一個園林景、最大嘅一個園林公園，仲要係免費嘅，就係中山紫馬嶺公園，係全廣東省係排第一位嘅。咁呢，紫馬嶺公園嘅寧靜感，俾到人成 part 嘅感覺咧，係相當之讚嘅。我上航拍俾大家睇睇，之所以點解佢係一個中山嘅一個天花板公寓，咁原因就喺度啦。嗱，我哋上嚟睇睇先，紫馬天富。咁咧成個大堂咧同迪興始終係迪興嘅一個發展商，同德寶怡高嘅概念係一樣嘅，甚至入到嚟呢陣味、呢陣趣都係一樣嘅，比較大氣啦，物業比較人性化啦，都會理解到大家諗啲咩。只要你唔係入到去做壞事咧，其實佢都俾你入嘅。
而家咧出邊咧落緊雨嚇，即係都係嗰句啦。呢個屋苑咧講真，一定唔會同你講園林噶啦，一定唔會同你講話我入邊幾多綠化咁樣，因為其實朝南邊咧就紫馬嶺公園咁大型嘅公園，其實我再做啲園林咧就顯得有啲係嘛小巫見大巫啦。咁其實嚟講咧，呢一個叫做城區天花板嘅公寓啦，整體感覺咧其實相當好嘅啊。咁咧主要講緊一樣嘢就係咩咧？嗱，而家呢邊嘅公寓而家賣緊呢一套貨就103萬啊。有少少而家落雨啊，發表兩句感想啦。換轉當時啊25000、23000，各種入貨嘅單價都係有嘅啊。咁而家講緊103萬係幾錢啊？13900，13900一平方。租金回報率又高啊！咁講真啦，好多香港嘅朋友，你睇下永東巴士每年嘅即係香港到中山或者中山到香港嘅人數有幾龐大，好過你住盛景上峰酒店啊，係咪先？日日住酒店都唔係路㗎，好過你自己去租一間屋啦。咁我百零萬買間屋，我唔使俾租金，我咪當退休咯，係咪先？即係真係嘅，講真嗰句嚇。雨咧就落停少少啦啊！我哋正式開始同大家介紹下成個小區，肉眼可見就係咁大啦，係咪好有德寶兒高嘅 feel 咧？即係講真句句，呢一個後背底就泳池嚟嘅，呢個就噴水池，呢一笪咧就係住宅性質嘅。咁同大家簡單介紹下各類嘅住宅性質咧，係會有一個叫做入戶嘅作用，同埋有一個學區嘅作用。假使你要喺呢邊讀書，你要入戶嚟呢一邊，你先有即係公立學校嘅書讀嘅。嗱，咁呢一邊咧就係公寓啦。咁而家咧我哋見到咧就係成個屋苑咧係做到相當高端嘅，大堂會有冷氣，電梯 lift 會有冷氣，咁跟住房間嘅冷氣，即係自己間個單位入邊嘅冷氣咧係可以自己直接控制嘅。嗱，呢個位置抬高6米嘅位置咧就泳池啦。咁我而家過去借一借鎖匙先，我哋係有約開嘅。呢個單位咧講白下，我文仔從業咁多年，從來都未見過呢個價錢，係講緊從來嚇70幾方100幾萬，睇睇先，非常之驚喜嘅價錢。你好，大堂好靚，成 part 都係中央空調，配置到相當到位嚇，分別有2梯，呢邊係1梯，嗰邊係2梯。你好，我想借下11度嘅鎖匙。好。那邊10號部門都是10號號碼。正在識別。咁咧，如果我正常入嚟咧，會有啲卡你先入到去嘅，冇張卡你啲因就要叫物業開門。咁咧，因為有預約，所以我哋今日肯定會係順利可以入到嚟嘅。咁總共係5條 lift， 見到未啊？1、2、3、4、5條 lift 㗎。咁你睇睇先。嗱，呢個單位咧73.7平方米。咁入到嚟之後咧，咁咧就係一個廚房嘅。咁咧廚房出嚟咧，嗱，因為咧約低啲臨時咧，業主都冇搞衞生嘅。咁但係咧，希望大家理解下啦。其實執乾淨咧都 OK 嘅。呢邊有個露台，咁露台都係睇到紫馬嶺公園嘅。咁啊睇翻先嚇。咁咧呢個發展商搭配嘅有一個叫做中央冷氣，跟住咧淨水器。咁你廚房見到嗰 part 全部都有，呢啲都係發展商嘅交表嚟嘅。中央冷氣一鍵控制嘅。廁所嗰邊有啲亂，我就唔拍啦。咁整體感覺相當好嘅。我認為佢嘅優勢喺邊度咧？嗱，睇睇房間先，嗱，都係有啲亂嘅。嗱，呢邊有嚿叫做大嘅空調風扇喺度嚇。咁咧其實呢個位置一拉咧，成 part 嘅紫馬嶺景觀會出現到嘅。咁呢我唔詳細介紹啦，因為真係有啲急，唔好意思，因為佢太筍啦。總價103萬，73.7平，大家睇翻先嚇。咁咧紫馬嶺公園咧，講真嗰句，如果平時你都會因為工作上又好，家庭上都好，有啲多嘢諗嘅話咧，成個紫馬嶺公園咧，你一定要實地考察下。咁南向對紫馬嶺公園之餘，仲對埋泳池，呢一種寧靜感，我可以擔保咧，你喺第二度係揾唔到嘅。我想講緊就一個寧靜感，
喺呢個咁熱鬧嘅地方，喺呢個城區嘅金融中心，喺呢一個真係 CBD 嘅一個中心點，能夠睇到咁綠油油嘅一片城區最大嘅一個公園，咁其實係相當難得嘅。咁啊，簡簡單單就5梯一個5梯8戶啊，咁主要介紹嘅賣點咧就103平，好過你住盛景上峰酒店長期住嘅，好過你去租屋住啊，好過你好多樣嘢。咁呢邊嘅租金都去到3500、3600都正常嘅。嗱，如果中意呢啲屋苑嘅話咧嚇，咁我到時叫業主搞乾淨啲衞生，咁你約文仔過嚟睇樓啊，睇完樓之後咧，發表下你對呢邊嘅一個諗法。大家一定記得文仔啊，我哋下期再見。